花莲地东药卖亭目前起的富凯大饭店要继续咧拆。那天丽池饭店经过评估了后，嘛打红单，但通水大楼拆刷就会甲拆掉。为着要协助在后的重建，这内政部是要伫花莲成立重建辅导团。另外，目前地东的募款专案已经有14亿啊，这笔钱会提供受灾户生活补助。大港的持续伫拆，起甲真严重的花莲富凯大饭店，一定伫2礼拜内拆刷。天后另外一组施工工具到位组装日期，就会当开始拆歪甲真严重的通水大楼。那天丽池饭店因为下骹建物毁损严重，梁条阁未止力哩，会影响四周围的安全。县政府已经打红单要拆，附近嘛开始封闭部分车道。目前2日拆那天丽池的整修围篱相关户籍，尾仔就会先囤2层楼高的土开始拆。目前是要排定去做一些强制拆除，预计快的话，我们大概是后天会开始进场来拆除。目前花莲已经有上100栋建筑打黄红单，为了协助灾后重建，行政院已经请内政部规划进驻花莲，成立维诺重建辅导团，也甲重建办公室。国土署也已经派人先去协助了解。啊，不过有民进党立委是批评国民党立委包坤基用重建条例卡中央的资源，提出预算无法度发放给灾民。行政院长陈建仁讲，中央已经有征超过200亿的预算协助灾区重建。那我们已经盘点了所有的预算大概超过200亿，会跟花莲县政府继续来做密切的沟通，让复原重建的工作从现在开始就要来进行。到2日下晡4点，4月初3，花莲赈灾募款专案已经募集差不多14亿，要扩大受灾者家属的生活补助，增加重伤者家属也是做伙大个人会当得到15万，或者是16万2的生活补助。记者综合报道。